先啊，继续来看，这是蓝目屎、蓝眼泪，是台南将军区的青山渔港最近出现的蓝目屎，造成着轰动。逐天的暗时，人潮汞汞滚，将军区公所呼吁游客唔通乱抌粪扫，嘛要注意安全。伫咧欣赏美景的同时，做伙来守护海洋环境。 海面上出现一大片蓝色水球，这是最近伫咧将军区青山渔港出现的蓝眼泪。但日4月到6月是马祖蓝眼泪看水上好时期，即马伫咧台南地当看到消息一日出来，逐天暗时啊，就成真侪游客来遮欣赏。人潮增加，然后也制造出很多问题，比如说交通、停车、瘫痪、垃圾等等。 游客多，嘛造成当地民众困扰。将军区公所嘛呼吁游客唔通黑白蛋粪扫，慢慢为着看蓝眼泪，就搭去咧别人渔船顶。我拜托各位民众，观看蓝眼泪的同时能够来守法。将军区公所就讲，因为最近人较多，请全位民众莫小客，莫加注意家己安全，才能平安欣赏到蓝眼泪水景。 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